聯合國安理會星期四通過咗一項決議，旨在切斷伊斯蘭國組織嘅資金來源。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表示，美國係需要響在座各國以及係好多嘅其他國家有意義咁落實、協調以及係執行。美國打擊基地伊斯蘭國以及係其他恐怖組織嘅工作到目前為止係非常之成功。從此，美國都認識到，若然係要成功咁使用呢啲反恐融資手段，就需要大力嘅執行、深入以及係私人合作夥伴嘅合作，並且係進行多邊協調同埋信息嘅分享。伊斯蘭國響全球製造恐怖威脅嘅大部分資金嚟自黑市石油銷售，佢仲通過盜竊文物、敲詐以及係勒索人質贖金嚟獲得豐厚嘅利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國際社會必須要搶先行動，打擊洗錢以及係資助恐怖主義嘅活動。咁樣做係並不容易，好多國家仲未有建立必要嘅法律機制、機構以及係專門知識嚟識別以及係凍結恐怖主義嘅資助以及係資產。決議要求各國加強努力，切斷流向呢個恐怖組織嘅資金。伊斯蘭國已經奪取咗敘利亞以及伊拉克嘅大片地區，目前正在擴大佢哋響利比亞嘅據點。